Wonderful. Nothing like a bit of poetry on a Friday evening. Thank you for that. I'll take it. Well, it's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真正是算台湾人的音疗，敢会怎你讲？总是伊是头一本得到遮尔大的奖项的一个小说啊，嘛是伫咧。然后大家就来打一寡连结，可比讲，因为伊是用中文写的，我家考到台文的时阵，会拄到一寡毋知影安怎讲做台文的，尤其是伊保留真侪迄种做翻译腔，伊家囝或做原文，原底是日文，家翻译做中文，互大家知捌啊。人讲迄个做啥后设小说咯，我嘛毋知后设小说到底是啥物意思。总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挺好去理解、了解的一本小说是。所以，我自2020年出版以来，伫台湾在迄当时还未得奖进前，嘛有真侪人看到伊特殊的所在，啊，真侪有甲伊访问的。尤其得奖以后，可能搁较侪。媒体还是团体有甲伊访问嘛，啊，毋过坦白讲，写作即条代志其实无遐尼轻巧，虽然讲毋捌写的人会感觉讲，啊，着毕业就开始做落去就对啊，你上好是遐尼简单的，一直到2024年，总算讲摕到奖项啊，啊，嘛有人算讲，伊安尼即本册当摕到75万，即条代志敢若袂少啊呢，抑毋过想看卖啊。迄是4、5年以来到第4、5年才有通好摕到，可能是75万。也毋过进前拢徛伫咧厝里，食家己用家己，迄钱要对倒来啊，无一定有偌侪人有即个才调嘛。当然，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伊嘛是听讲徛6、7年啊，几年，所以有当阵啊，尤其伫台湾呐，写作即条代志，你讲要有。迄个投资报酬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你开安尼侪，到底有啥物好的未来伫遐毋知影。总掠到一个主心定了后，你着直接甲伊冲落去嘛。我伫做兴做的代志，应该会使做较久吧。好，我着搁伫咧分享即条做杨祥志伊伫咧写即个小说的时，有伫咧真正是咧致敬杨千鹤啊哩。啊，甚至我着讲。伊一寡赞歌菜歌的歌册，还是念歌，甚至敢若台图书馆嘛有即个收藏就对啊。所以，甚至我袂记，敢若有一个有教声音就对啊，影像敢若是地理老师甲啥物人有念唱就对啊，敢若30分钟安尼。啊，因为迄内底字有不遐济，我真正是我看无，因为迄。可能较古典的字吼，毋是现主是即种教典所建议的字，我就无才调安尼。有机会可能反射啦，再来读念看卖啊。好，即个台湾漫游录读来读的嘛已经读到上尾出啦。蜜豆冰，抑毋过即个蜜豆冰，进前我听到伊咧访问讲是做啥物树哥冰甲日本的一个啥物物件斗做伙就对啦。啊，所以毋知台语敢有啥物相款无相款的讲法啦？我毋知影。张荣教授也是网络顶悬会有即种讲法无？敢若一个媒体有啦，台语水讲有即个讲法的尔，啊，就家去看吧。因为伊敢若无要我引用。台语水讲的讲法啦。好，第12出蜜豆冰，就直接读迄个音啦吼，蜜豆冰。台中市街伫咧上西北边的口巴达川端町，行路到上东南边的石町之南，就会到顶桥仔头。直线的距离是差不多20町，伊即个町的距离，我无确定伊到底是偌宽，因为对日本人来讲，伊可能有一个
标准化还是相对标准化的讲法。真歹势，我无去找遐个资料。余祥子当初伫写即个小说的时阵，做足侪苛刻的，所以有一寡人毋知头毋知尾，就啥咧袂讲，啊伊也无咧插。我伫讲实在，即个时代10岁到尻川的人，毕竟是较侪啦。人咧讲的直线是将台中市街切到两边的直线干的，因为路线相贯穿入川的迄座大井桥是号做大井交通，现主时是民权路，大井桥是民权日桥。铁道部的国营巴士和台中市区和台中市政府经营的巴士双线，拢行伫咧遮。这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台中市街的干道，算讲名和实际有相肉就对了。柳川边的小屋，我近里边的车路，互我毋捌真正行路行完，互我免真正行过长长的大众交通。准讲是2月用行路去到糖厂的铁道站房，就已经是我头一摆无坐巴士，或者是客人车行过规半的台中市街啊。迄个时阵，煞西对专点街的新兴交通，骹步和想法，骹步和头壳内的想法，共款散漫凌乱，乱七八糟就对了，共款乱七八糟。当然，我看有影，看有啥物讲法。用一个背景声音啦，吼，我伫，这是一个真实存在，散乱，乱七八糟。伊毋是要互我即个，所以有两个音两个字就对了。所以伊要甲伊读做第三声，线线嘿，线形，线喷喷，所以就是散乱，线喷喷。伊较读三声就对了，啊若凌乱咧，乱七八糟，我哋就是规个想法安尼袂得通好整齐，还是真好势安尼，凌乱。我拢来找即个中央教授即个字词典较规气，因为其他的当然你若有机会，你家去找台语找，应该嘛是会使。如常常，线牙牙，所以骹步和头壳底的想法，是讲思绪。叫我摸一个所以种的去啊，定去啊。
真正无去啊，无声音，真正无去。麻烦，手骨伤大支，好，我想要找伊迄个，拄则讲迄个人员乱七八糟，我就讲伊的中文，伊就保留迄个啥，翻译腔啊呢，迄个啥 KK 哦，我嘛毋知 KK 啥，歹势啦吼，迄个罔听，但嘛有了，即本册安尼出4、5年啊，所以嘛有一段时间啊，所以变成讲，迄个啥，各方的分享人嘛袂少啊，啊当然，已经有人要甲伊翻译做台文版啦，吼，迄个温柔条。我毋知迄个册论内底有搭无一个我袂记啥，那啲就是拢参考啦。因为我同时间伫咧找迄个啥，找台语内底到底有一寡字词，什么漫不经心，台语到底要哪？可能直觉是照迄个语境，可能我会感觉无意无意啦。即个青山陈贺主是受邀请来台湾嘛，啊，无讲真要义啊，是安怎？当然，杨祥志伫创作的时阵，伊的核心就是要讲日本人讲是对台湾好，啊，毋过实际上伊原来嘛有伊背后的用意嘛。啊，总是政府、国家、组织、单位，即种是袂行路、袂啉水、袂讲话嘛。伊只是伫咧代表总督，还是天皇，或者是军国主义者的想法，所以来到台湾，伊就是要台湾的资源嘛。啊，遮个各种总督以下遐的政府官员，你讲行政长官啊，啥，伊总是有一寡想法，也是目标要去达成嘛。啊，迄个目标之下，伊叫啥物人去做？可要讲即个做青山陈贺主的即个，伊讲是去用邀请来，抑毋过总督迄边有出钱嘛，想要叫伊做一寡代志安尼啦，可讲配合军国主义啊是啥，所以伊就讲无意第一个城市生活实煞吼，实煞是最近敢第4批、第5批校长有收的意思安尼，实煞就要1年啦。流川的水流刷刷叫，流失的时间就亲像安尼，每一日拢无咧减退，敢毋是就咧讲即个代志咧？按流川小学出来，行过2环打不远的流川，我行伫咧大正交通大车路，正手边是台中病院，倒手边是青果农业组合含挂店号的一寡店家。搁往前，若是倒弯入去，就是新布丁、红白小菜、红白相间。有当阵啊，迄个色水，还是讲啥？咧描述的时阵，较受影台语含中语的迄个讲法是无相款的。结果嘛是敢若台语水讲才有伊这啥物相间的啥嘿？应该是红蛇白蛇啦吼，红蛇白蛇透人，新布丁市场就菜伫咧遮，定叫外送的寿司，叫卖面的店家，就伫咧市场边啊，但是无要踅入去，搁就直行，搁行10几步啊，搁行几十步啊。正手边是那丸啊一罐的3档
真大栋，富丽官舍。伊在讲富丽官舍，真水真好看遐，是安怎？是真大栋，唔知影。I think from the Iranian side, I mean, they very much, if you look at their rhetoric domestically in public, 富丽官舍。 is really worth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因为咧放迄个外国话的新闻， 真说背景的咧。 水当当，水当当，水当当的官体小连续出现。知识官邸应该是，迄个时阵敢是市长，毋是啊？伊个是一个，伊个是日语啊，所以日语对无？东京都知事，啊，即摆是，敢要讲台湾副知事，我毋知影。即个讲在是日本书，反正就官体，台中州厅、台中市公所，可能是安尼讲。就龙教授收的即个书诶。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日语书啊，日本的县市长，所以是日本的县市长吼。所以这等于是市长官舍、台中州厅、台中市公所。 所以这个应该是伊讲的是民权路嘛，所以凡是看一个啊台中的地图，真久无看台中的地图啊，因为迄个啥，因为上次伊讲伊咧写即个小说的时阵，我那嘛做袂少的功课安尼，所以。 民权路，民权路，我袂记是算东西乡还是南北乡，因为伫火车头出来。柳川敢若是较西北边迄搭遐，因为是日川柳川嘛，我会记得是安尼啊，真久无去啊，毋知影。地图，台中的地图。 敢是我的网络相关。走无，敢是走有吧？有啊吼。伫台中吼哎呀，因为即三个所在目前是抑阁有存在，敢一栋叫卡掉是毋是？市长官邸、台中州厅、台中市公所。 我嘛安尼直接找，直接会较紧的。台中州厅，听讲拍毋着字，因在找有无？敢若找有呢？敢若是有呢。当然，迄是现主时的卫星图啦，所以。 伊即个市区是整理甲真好势啦，所以台中州厅甲州厅附近的建筑群，对啊，所以安尼民权路，伊即摆毋是甲伊合作啥？台湾大道遐，敢是？因为我会记火车头前去蛇路，敢若。 敢若是一直贯到迄个是龙井迄搭遐，是毋是？对啊，所以安尼，即条应该是当时火车路出，火车头前迄条路。快啲顺利讲的即个，新布丁市场，因为迄日本时代的名，我是毋知影。 总是原主是民权路，算
西南边民权路顶的是做东南西北走向啊。伫咧西南边的时阵是台中州厅甲即个伊讲的县市长的官邸甲台中市公所安尼，所以伊遮是啥物建筑群，规旁伫遐就对啊。就是，你若帮我锁定到是啥物状况？所以文学馆其实嘛是伫遐尔，袂讲介远。所以立川柳川，所以立川是较我车头，然后差不多即偌500公尺是所以按迄个柳川小屋行出来，火车头的方向行，火车头的方向行了后，就是伊讲的，正手边就是三栋正水当当的官邸，啥物啥，县市长迄个时阵，迄个时阵是当然是日本政府官派嘛，派落了后，就是有一个大的所以伊就讲，规个台中市街即种气派的体面是以即条路上尊贵的，因为就是州厅伫遮，公所伫遮，迄个县市长的主体，就是做官的宿舍也是伫遮就对啊，所以无第二句话，就是写上请赢。所以民权路毋是台湾大道，是迄个啥？一直甲我走，迄真正是真烦。迄个中原眼科米啊哈啦卖 ice cream 的迄个是伫咧中山路吧？所以台中火车头出来迄条已经改做。较早是中正路啊，我会记是中正路啊，尾就是改做迄个啥台湾大道啊，所以伊迄个民权路若搁铁桥路迄边去就是台中路啊，台中路就是等于是要去台里迄个方向安尼啊，所以青山前后就就是啥无意安尼家己行出来安尼所以就讲。整个台中的市街上好看就是这条路啊，这段路，含占地不哩啊宽的官舍，就共同介立咧车路两边。伫咧相对应的倒手边是高级旅馆、调灯馆、台中邮便局，就是即马讲邮局就对啊，因为一寡靠回的时段，伊嘛改叫做邮便局安尼。台湾银行的台中支局。对啊，我会记还有一个台中银行，台中银行伫咧倒手边啊，伫咧为柳川出来为柳川行过来，等于是正越入来民权路立川的方向行，因为当初你讲倒边正边，到底你的参考方向是啥？毋过若准讲按柳川立川的方向来行民权路，安尼县市长的官邸台中州厅和台中市公所，就是伫咧正手边。倒手边就是伊讲的高级的旅馆、调灯馆、台中邮局台湾银行的台中分行。伊迄个时阵就是台湾银行台中支局。怎奈无看到台湾银行？因为台湾银行是自日本时代就存在啊，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讲，就是台湾的银行，哪有啥物话通讲？只是我看了呀。对，个前就摆脱精英官僚做派，倒手边是台中州立图书馆，正手边是台湾新闻社。我踏入人间百态的聚集所在，前有法律事务所，几落位，
某物所在邻里，才到某世界啊，是安怎讲？因为可能啊，迄个啥，在日本时代就足侪迄种，因为日本人无有台湾人读政治，啊，其他的就勉强会使，可比讲什么农的啦、医的啦，甚至律师敢若嘛有限制，看我印象中，所以日本时代有一寡读着日本的法律的，做着律师的，哦，可比讲迄个像，我想袂记啊名歹势，王玉德因两兄弟啊，啊个张昌模因老爸，是张昌模，反正就是尾啊，中国国民党走来了后，就甲遐有读册的人拢甲杀死啊，而且是残忍，啊个无经过任何合理合法的审判审问，就直接袂爽，无符合伊的意思，就甲伊干掉人回了，这实在是真夭寿骨的。当然到6月，敢即个一个款嘛，监察院才有做一个针对戒严时期中国国民党率领中华民国伫咧统治台湾台湾的时阵所独尊华语这条代志是爱提出来检讨的，毋过毋知因续落到底会做到什么程度，毋知影。菜到哪树，菜到哪树哪咧，坐到某某时候，安怎讲？到所在山头了了，所以律师事务所满世界，还高级的旅馆和大间的店家南参伫遐。啊，若救世军小队、福华庄的市布教所、天理教的教会，就三岁菜伫遐。无论好野善、知识的商业阶层、国色的人马，共款伫即个市街对照一个甲看，敢毋是着人咧讲的浮生若梦哟，浮生若梦，浮生若梦，敢袂使有啥物讲法？袂输若迷茫，或者是人生浮浮若迷茫。我想即个词诶，浮生若梦，啊那，因为当初咱看到汉字，当然读甲尔济汉字也是知影意思啦。只是若准讲要去读念的时阵，我就讲嘛，两种读念法嘛，一只是放空自白嘛，对吧？啊，一个是直接甲伊解释出来的。念甜哦，念甜哈，水的意思。什么就无的人生，无定着的人生，所以就是目一个念就对了。所以可能是会使讲哪票咯，是安尼票。对照一个看，敢毋就是袂输哪无定着人生？即个地段互看了爱笑，我现主时煞完全毋知影。有目睭无通看，有耳孔无通听，这就是我的写照。这就是咧讲我，感谢你。有眼而不见，有耳而不闻。有眼不识什么货，有耳不闻什么货啊！我来写照一下讲，所以直接靠语来讲的，这敢毋是就是咧讲我？目睭根本看袂到，耳孔大大，听拢无。可能是安尼吧，我毋知影。写照，就是咧讲家己就对啊。对照是啥物货？
写信，伊台湾你做写信。毋是啊，这个毋是即个意思啊。因的迄个中文的写照，敢若是另外一个意思。安尼形容到时即个事是敢若小可解，敢是小可误解去安尼。看下去。我毋知台台朋友你敢有即本小说啦？听讲即马连台湾嘛有迄个做啥？英文版啊，好吧，英文版伫台湾印刷啦，吼，听讲迄个美国迄边的出版社走来台湾印刷啦。伊讲，若走去中国印刷，因的印刷阁有迄个啥新早的制度安尼，出现一寡无好的字，干叫你改掉，无甲你截掉安尼，莫名其妙。所以讲，一个无自由的国家，咧甲人讨论自由民主，毋是感觉就好笑的。所以当然啦，迄时的国家我无相看，我是无知了。事物形象的真实描写，这写照，对吧？朱文酒肉草，路有动死骨，就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就是照实写出来的对。教育部国语字书顶是安尼讲的，对事物形象的真实描写。朱文酒肉草，路有动死骨，拄好是社会阶层好野散，相差真大的上好的写实。下过大正桥和立川，风继续口来，和风习习，应该是讲温暖啊口来吧，应该是安尼讲吧。和风习习，伊是当时行出来，几点行出来？可能看袂出来是下早啊，还是要晚到？可能一起床就出来款。伊讲2月去行嘛，抑毋过看袂出来，伊是啥物时间，真正袂看到啥物时间行出来。因为当初2月其实伫台中就已经无遐寒，甚至开始若有当初长好天的时阵，甚至会感觉小可热咧。看嘛，讲是，这是。然后有当阵啊，遮个作者，不管是咧读迄个东方白的龙德山，还是即个杨祥子的台湾漫游了，伊一寡字拢可能是因的中文啦。因为我是个外国人，看这种中文，感觉因迄用字和我较早学的不哩啊，有淡薄仔真差。也是咧讲，2月即个时阵，伊下过大正桥的迄个立川，吼，因为就讲嘛，民权路下过立川，迄个是叫做民权立桥啊。柳川迄个啥物桥袂？柳川迄个叫做大正交通，毋是，就大正交通是民权路。啊，大正桥是民权立桥，就是较晚火车头去过啊。啊，若立川迄搭遐，立川迄搭遐，即嘛是啥物桥啊？真久无去，毋知影。好，不管好。风口内就继续行，趟过铁桥路的磅空，因为民权路伫迄个迄个啥？做铁桥路迄搭遐，就是等于是要接近是台中路啊。因为即个青山陈赫有可能要去台里找迄个王千鹤的款安尼。经过磅空了后，伫磅空日头光红早咧，迄个日头光就拍破乌暗。大正厅趟对铁桥路，就甲我，就叫我写伫后壁。大正厅通与大正厅通这条轨路与铁轨
就此抛却在我的身后。好啦，一定是一直往南行就对啦，伊就对柳川的方向行民权路，立川的方向行，行到大正桥的时阵，遐可能离铁机路就差不多，剩无100公尺，可能100通公尺尔，100尔，反正无讲介远就对啊。伊就是继续行。当然，我无确定迄个时代是叫做啥物名啦，反正真敢若是叫做台中路的款。眼前的景致汹汹转变，袂输头先的繁华，一帮年就水落去。台中市街就甲伊的金砖换落来，因为台中市街较闹热嘛吼。现主时，即个所在建筑物的规模、色水比较起来，就加足朴实，绵延到看袂到前方的远道，愈远是愈辽阔。因为迄个时阵，无真发展嘛，所以当然以火车头来讲，迄个啥，后车头的方向就是较无发展啊。所以我看嘛辽阔。阔蒙蒙，可能阔蒙蒙，我咧想，阔蒙蒙，因为迄个迄个崩坑，安尼听起来看起来可能就是日本时代伊就高架去，敢是？我记敢若毋是咧，因为有迄个崩坑，即马当然是高架无问题，迄个时阵敢有高架去，我毋知影。你真是规拢塌悬起来啊！空阔看蒙蒙，规拢看蒙蒙起来。这是完全青分的街路，无大点街，看到的是拢贩仔伫咧卖生活日常用品，贩售起居吃穿的小店铺，已经无大点街啊。市区内底就是铁机路迄边是拢较大间的商店，拄则咧讲的啊，什么律师事务所啦、高级旅馆啦，什么泛华中的报告所啦、天理教的教会啦，迄一间比一间搁较水、搁较大间安尼。一过铁机路了来到这边，无大间店家，拢换细间的安尼。咧卖的拢是一寡日常生活用品、食的、穿的店家。乌卡西伊卖迄个，我就讲和果子，好啦，伊的中文博大精深，需要写汉字的，拢是中文的范围就对啦。乌卡西的店家伫即个所在，就已经是属于较水的、亮丽的。较醒目的，已经是属于较醒目的。若伫咧卖本岛果子的果子档，总是一罐一罐的金蕉，袂输那卡顶吊伫咧门里遐，伫咧紫蓝色的顶仔骹的建筑物，是更较显示优美的气氛。人阵来来去去，迄个口音拢是本岛的话。袂输那钢铁的铁机路是一条银色的虚线，甲内地和本岛的界线切开。铁机路这边是拢本岛人，铁机路迄边拢是日本人，就内地和本岛的界线。火车的单位声晓是啥物？伊阁写迄个叫做蒸汽火车，蒸汽火车当然就是一直延续来，咱即摆拢家讲火车嘛。即摆已经无迄落用涂炭的，无迄落用涂炭的火车啊，拢嘛食电的啊，对吧？有啦，柴电敢是有食柴油的，我毋知。
所以变成讲，伊才调工就强调讲是啥？蒸汽火车，蒸汽火车。当然，若是船，就是火船嘛。啊，火车这个名词就是继续留落来啊，无甲伊更改过啊。因为伫日本，电车、火车啊，个什么车，迄是无共款的意思。所以有分5分车甲一般的火车咧。Declaration comes after Ukraine launched a major overnight air assault on Crimea and parts of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600 Kiev has stepped up 所以伊要 its 强 attacks 调 on 是 Russia in recent 蒸 months. 汽火车，还就是可能就是食土团的火车嘛，对吧？食土团的火车比啊啥弹过，回头去看是一列上北的列车，因为日本时代是该分去做什么上行下行嘛，啊，毋过对咱来讲是上北甲落东嘛。搁翻头的时阵，前行过了10步，就人阵伫遐是第3市场的福岛町市场，迄个夫这字，迄个做啥？包起来迄个概念嘛。当然，包起来迄个概念，日本当然是日本伊是日本的汉字嘛。看这字，哎呀，搁这字。当然用这字来读，迄是中文，迄是中文汉字，日本汉字。啊，毋过若直接读台语，1、2、3什么读法？总共我甲伊当做台语，当做台文来读，安尼会是啥物状况？我当做台文来读的，读啥物货？猪变做猪，无啊，这是台语新书。我可能要看迄种的台一点看，看迄个甘字典。甘字典嘛，家读到夫嘛，所以这里有可能就是华台共同音，夫了，只是台语无 F 的音就变夫安尼。这样你敢袂使佮讲啊做共音啊？因迄是日本一个算，这算啥地号名嘛？好啦，夫是第3市场的福岛町的市场，和第2市场新埔町的市场袂比。福岛町的市场的建筑物细正，真朴实，占地看起来袂输敢若头前的一半。行过第3市场以后的街景就愈来愈僻静，愈来愈，因为就是愈来愈种啊，愈无物件嘛，所以僻静，愈恬静。当然讲偏僻，敢若嘛毋是袂使，只是，反正伊就是要去找王千鹤就对啊。啊，伊大约知影迄个方向，只是这来无相少，去无相时安尼，毋知影。看来僻静、恬静是啥物货？僻静、闪角的所在。闪角，你知道用闪角什么意思？可能我会感觉是恬静吧。行过第，敢袂当行过，经过。
经过、行过，可能行过第三市场以后的街景、街路就搁较恬静，伊无啥建筑物。4箍链长会当看到耕地以及几层楼仔悬的，南洋绿树，两边边啊渐渐出现用途不明的房舍，一个看到敢若有，一看水灾的，就敢若曙光学校，迄个曙光的曙，伊讲是是曙天的公学校，也就是现主时台中市东区的台中国小。台中国小哦，遐是迄种的吧？迄个啥物？我看下，台中国小。东区台中国小，东区较早南区，所以和平路甲信义街迄个，对吧？伊是台中路123号，现主是啦，吼。所以就是属公学校，佮黄前就是台中市街以外的大字顶桥仔头，迄也就是大概坐铁道列车旅行本岛的我，连甲一骹步也毋捌行骹到的台中市街地图范围外的顶桥仔头，因为可能日本时代。伊就敢若画迄个铁架路迄边的所在，铁架路即边拢完全无画得着。所有的市界是属天和顶桥仔头，毋是敢若地图有所区隔。一个看到东知，看茫茫看袂着前方的所在，是空旷的车路，看袂着官舍，也无吊看板的大型商店。四界拢是本岛人的房舍、稻田和田花路，远远的山和薄薄的云。台中第2中学校是四正的建筑群，雄雄袂输落伫咧迄个荒郊野外。伊讲1939年台中设立的台中第2中学校，差不多是中兴大学附属台中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南边，一直到仁和路为止。所以这个所在，因为中兴大学是伫迄个南区或者啥物路，国光路迄搭遐嘛，所以伊真搁伫咧台中路行，所以台中路，咧台中路，那落去啊，走去对。迄度呀，因为伊行台中路，然后经过台中国小，佮看到伊讲的台中2中，因为迄个时阵是第2中学校，第2中学校含迄个中兴大学，我毋知迄个范围是不管。准讲是敢若半点钟的路程，按西北方三过东南角的这段路，看见的原来是这种景致的变化，这就袂输那电影迄种变化快速的路线，袂输那小说安排故事起伏的路线，这是按内地人世界来到本岛人世界的路线。我就不由自己脚步停咧。请担任同一期间的8个月，逐礼拜2-3摆，就是顺这条路线，按顶桥仔头，就是顺这条路线，按顶桥仔头自辅导厅市场到新妇市场，一步一步行到川端町柳川边的小屋。若我连甲一届就毋捌行到顶桥仔头，这一定是伫咧本岛旅行期间
离我上远的一撮旅行啦吼，川端町到顶桥仔头，路程是差不多半点钟，直线是20天。伊迄个20天，我真正我毋知伊迄个距离，所以那以即马来讲，半点钟差不多会使行得到2公里、2-3公里啦。啊，若2公里，就表示讲伊的一天是100公尺。远甲袂输那宇宙的迄边，月亮的背后，这就是我和阿千的距离。看是近近啊，行起来是不哩啊远，甚至会使讲是永远行袂骹到，永远无材料行头到。敢无趣味？迄本小说，啊，光线遮尔暗，嘛看甲真欢喜呢。是啊，安尼，迄是啥物款的故事啊？是用府城台南真侪庙宇的众生民大人做主角，用传说故事写做神怪的小说。对于内地人来讲，凡事是因为青云，小泉感觉无聊吧？袂啊，你讲看卖啊？你敢若安尼讲，故事一开始是安尼啦。府城的赤坎楼附近有一座小上帝庙，小上帝庙的香烟是无讲介多。主事的神明大人上帝爷，含伊的辅助神都袂输那遭遇着困难上款穷困，就是落车就对的款吧。比如当然神明落难还是啥物货，嘛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吧。我咧想我咧用。My father passed on his passion to be sharing stories after each cut. Despite his exhaustion each time he returned, he was always enthusiastic. I truly understood that feeling when I stepped into his shoes after he passed away. 白病艰苦，袂输那牛难安尼艰苦。一阵7月风台，让庙宇吹歹去。上帝爷只好请辅助神明，将伊的通天冠断掉换钱来修补。真正是落车安尼。我应该爱读。旧年热天去中华鹿港的旅行，转来台中车头的列车里，阿千为了翻译伊咧读的迄本汉文的小说。汉文小说的故事的舞台是伫咧府城台南。距离中华鹿港旅行无偌久以后的秋天，我和阿千就踏上府城的街路。也毋过，伫咧台南府城市街散步的迄个时阵，就准讲时间真良尚。我也毋捌想要去探访，去看一下小说内底众神交锋的赤坎楼、小上帝庙、妈祖经、文昌祠和武庙。一直到呾，我犹原毋知影迄本汉文小说的书名，迄是《封神榜》吧？我记，敢是《封神榜》？恁上头一个时阵，敢若有出现，迄是柯炳丁的作品。这就是阿千所讲的我的梦点吧。阿千和美岛早就看出来我的生死门啊！迄个梦点，我感觉是应该是会使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家己看袂到的迄个点啊呢，所以中文会使安怎讲呢？中文是梦点台语的。伊是直接甲伊讲做梦点，所以梦点要来延伸出来。盲点变盲场啊！你突破盲场，所以这嘛是一个语言的演变啊！我毋知我读偌久啊，几点钟啊？呢？几点钟啊？是搁要继续读落去？我来反正会使读到一个段落啊！
伊后壁对迄种伊袂使用台语咧讲的吼，所以有去找着伊就对了，找着进前来相信。李导和阿千早就看出我的盲点啊，无，是早就甲我看出啦。喙里咧怨叹帝国对台殖民地、男性对台女性、内地人对台本岛人的偏见，我甲口说，我甲抗议即个可笑的世间。原来我也同款是一个一介俗子，一番的凡夫俗子，完全无去知觉到藏伫咧我心肝底的傲慢和我的偏见。所以即个傲慢甲偏见直接有出现，所以一般人大概也无法度去避免啦。若总讲无第三个观点，而且是第三个观点也无够多、无够强，大概嘛无法度啊。所以另外一个小说《傲慢甲偏见》讲到底，就准讲写毋知几篇的台湾漫游录，大声话讲甲遐尼侪，讲伫咧台湾旅行的我，将来也毋捌真正认捌着对台湾本岛的关爱之情。将来也毋捌真正认捌，也毋捌真正对台湾岛有关爱的情感。毋若安尼，甚至大声话讲，我想要将即座岛事也未遇着改变迄个面貌的记录落，以及内地旅游的人的姿态，煞连想都无想，就凊彩写台湾漫游录，袂输我是高高在上。伫咧看本岛的干净啊，美到曾经大声伫咧甲我口说啊！原来青山小姐原来青山老师和王小姐是朋友的关系啊！哦，恕我讲愚钝啊！按两个人的互动来看，是完全看袂出来即个代志。美到迄个时阵想要讲的，凡事是同款的代志，真任性妄为。任性妄为应该是啥？大主大意啊，还是个另外一个讲法？任性。任性。我记得台语应该一个讲法才对。有当仔就是迄个啥，真词真感，还是理感？啊，毋过有当阵你若无迄个惯势，可能就无法度随抓着。这拢是爱训练的啦，这拢是爱训练的啦。爱使性，老使性，所以。大主大意、高使性的青山千鹤子，以及屈强前者的王千鹤，是安怎嘛看袂出来是平等的关系啊？我青山千鹤子到底是一直徛伫咧什么位置？和王千鹤伫咧交陪啊？强迫王千鹤接受东方之助，敢毋是着青山千鹤子自己高高在上的心理伫咧作怪咧？头尾想通了后，就彻底了解到阿千的种种的行为。甲6个咸鸡卵糕食掉会知影，我徛伫咧厨房内底徛真久，是投射伫咧银色水道头的日头光，点点啊闪叮当半寸遐尼久。日头光闪半寸，到底是偌久的时间？可能5分钟、10分钟吧。伊这可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因为。不管这是直射还是反射，总是日头光伫咧闪叮当的时阵，这嘛是日光影，因为时间的经过会闪叮当的证据嘛，所以伊用文字讲闪半寸，大概会使敲讲，迄个时间是打偌济，5分钟、10分钟。东东九九如离，明事之后是要安怎面对？姊妹啊伴的挂袍断义咧，
品格高贵的人，应该是互伊一寡祝福。阿千消失了后，我强烈按捺想要去请求三件的冲动。迄个袂输是，甲烧烫烫的烘炉冒条条，嘛袂输是坐伫咧冰冷的瀑布下底冲刷肉体的苦行啊，加个度过44天遐尼久。伊这讲火罐啊，中文是讲火炉，所以台语应该是讲火罐。当然，火罐甲烘炉有无同的功能嘛。然后我就咧浸水道头顶悬的金色牛光，心肝底安尼想，现主是咧。迄个当下梦境当中，阿千的一言一行，梦中阿千的言语悠悬伫咧我的耳孔边搭。青山小姐想要听受的人，是一个需要你保护关卡的本岛通译，但是迄毋是真正的王千鹤，迄毋是我本人哦。所以讲，青山千鹤子和王千鹤，敢会当讲是真正的朋友？真的能够说是朋友？敢会当讲是真正的朋友啊？我心肝底咧想，是时间通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好啦，我感觉应该是会使先读到这，看卖3点钟读8啊，所以现主是敢若袂输，搁听我继续读啦。毋过感觉敢若会使小暂时停止。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是先读到这啦，因为3点钟啊。好，感谢收听。